今天收到了九龍的一位老粉寄過來的車鑰匙，寄了一把現代，說每天都刷到我們的士非常想改，我們家液晶鑰匙就立馬發過來了，安排檢測一下遙控按鍵，3個按鍵檢測信號沒問題就可以開始改裝了。拆開鑰匙的外殼，取出裏面的電路板。我們升級液晶鑰匙時，全國包安裝，人們都是在哪個城市，只要快遞能到的地方，都可以把鑰匙發過來給你升級喎。升級外觀，升級新功能喎，只需要給你鑰匙這個芯片進行一個無損的焊接就可以了。我們跳過進行下一步，看一下我們這位粉絲老闆改的是什麼款，他選配的是這個騎士黑的外觀，這款液晶鑰匙就比較大氣，很碎的，非常的有科技感，整個外觀都是黑色的，屏幕的話也是一個鋼化，可以觸摸操控的，還能看時間。額外還給他的車一個無鑰匙進入，他走進車門就會自動解鎖，離開車3到5米就會自動落鎖及自動升窗，可以連接手機控車哦。然後我們再次檢測一下信號，每個按鍵的信號頻率之後才可以發回去給粉絲，有喜歡的來聯繫哦。